林业保育署家己分属的阿里山博物馆有珍藏一只有文献记录的台湾婚霸标本，不过受到这地动的损害，今仔日决定要捐予这修复单位，也就是伫咧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来珍藏，而且是国内头一届运用 3D GS 这款的技术来替这标本重建有路的分裂，对台湾婚霸研究真有帮助。 宝贵的台湾鸟霸标本放伫科博馆恒温形式的库房当中，搁再透过上新的3D 建模加生成式 AI 技术，将鸟霸的主体呈现出来。这个由林业保育署家己分属珍藏90年的台湾鸟霸标本，17时正式捐予科博馆，并且以数位典藏的方式保存、修复自然历史资产。广泛这边有一个好的一个保存条件，那如果说他们能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适当的保存，我想说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这么珍贵的标本来捐赠给他们。 2014年，台湾鸟霸红认定做已经断种，不过最近几年也是传出有人看到，引发各界的关注。这个标本上早是伫1935年伫林保署阿里山博物馆展出，是全国第2只有文献记录的台湾鸟霸标本。经过921地动受损，委托科博馆来修复，搁再运用3D 高斯破绽法无死角高解析度来重做某甲纹理，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并且提供民众使用。以这一支台湾云豹为例的话，它我们大概拍了295张。 然后是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去最后用电脑的方式去模拟出它重建以后的这些纹理跟毛发的这些细节。这些猫科它特别的花纹，它有点像我们人的指纹一样，每一只都不一样。那3D 建模，我会去比对它的斑纹跟以前的旧照片的时候，一些特征如果真的可以别得出来的话，这是真的有可能很不一样的。 官方强调，目前全球敢若5件有文献记录的台湾鸟霸标本，除了国立台湾博物馆、科博馆，另外3件是收藏伫英国大英博物馆、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甲日本科学博物馆。这个标本搁再确立台湾捌有鸟霸的事实，提供科学研究，也有历史甲文化意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